傳真社上個月喺新加坡地鐵碧山車廠外面影到有問題嘅地鐵列車被逐卡運走嘅過程。當時係凌晨1點幾，每卡回收嘅地鐵車廂由一架大型拖架運載，沿途有警車同工程車護送。每卡超過20米長嘅列車車廂都用厚布完全覆蓋。傳真社經由唔同渠道證實，新加坡呢一批需要回收送返去中國嘅地鐵列車，由中國生產商南車四方製造，車身出現嚴重質素問題。由舊年開始分批將35列有問題嘅列車運返去南車四方喺山東青島嘅廠房替換。新加坡地鐵當局同南車四方一直冇對外公佈。凌晨大約3點，車卡運抵西部工業區嘅裕廊港，港口碼頭一共停放咗6卡車廂，準備運上貨輪送返去青島。消息人士確認，貨輪航程歷時10幾日。傳真社6月底去到青島城陽區南車四方嘅廠房，有南車四方員工向傳真社確認，一列列車已經由新加坡運抵車廠。出現嚴重質素問題要全面替換嘅列車，屬於 C151A 系列。新加坡陸路交通局喺2009年將生產合約判俾日本川崎重工同南車四方合組嘅聯營公司。川崎重工負責設計同檢視項目，而車身就由南車四方負責製造同組裝。首批22列列車造價折合21億港元。傳真社獲多方確認，呢一批中國製列車喺2011年投入服務後冇耐就出現問題，包括座位玻璃一再碎裂。列車不斷電系統嘅中國製電池試過喺維修期間爆炸，好彩冇造成傷亡。到2013年，中國製列車嘅質素問題進一步惡化，列車嘅結構組件先後出現裂紋，包括用作懸掛設備箱同電線等車底裝置嘅次地板，以及位於轉向架同車身接口用嚟平衡列車重量同埋擺動範圍嘅搖枕功能位置。由於屬結構問題，車身無法保留，要整個替換。每列車由運送、拆解、重新組裝、檢測，以至運返去新加坡，一來一回需時4個月。消息指，鋁合金車身驗出含有雜質，好大可能係肇事原因。川崎重工新加坡分公司一位列車主管喺接受傳真社查詢嗰陣，並未否認 C151A 列車質素出問題需要更換，只係話唔會評論個別項目同計劃。新加坡陸路交通局同新加坡地鐵喺截稿前冇回應。近年南車四方積極對外輸出列車，除咗新加坡，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亦都係買家之一。南車四方喺2012年以大約17億港元投得合約，為廣深港高鐵供應9列列車，而港鐵歷嚟最大宗嘅新列車訂單，同樣由南車四方喺2015年以60億港元投得，供應93列行走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同埋將軍澳線嘅列車，佔未來市區線列車總數超過70%。有九鐵前高層認為，港鐵應該深入了解事件。每一件新嘅機器開始有裂紋咧，好唔尋常咯。咁因為你都唔知第日佢承受咗幾多，承受到幾多壓力啊咁樣。即係你行車嘅時候係好大 stress 嘅機件嚟講，同埋對個車身嚟講。咁你一咁早有裂紋係好唔尋常嘅事。我聽你咁講，其實除咗裂紋之外，比如話電池又出事啊，其他啲 quality 有問題啊，咁可能係成個 production 嗰個 QC 咧係即係好令人懷疑咯，即係令人冇乜信心啊對產品。港鐵以書面回應傳真社嘅查詢嗰陣，冇直接講係咪獲悉新加坡地鐵 C151A 系列列車出現質素問題，但就話向承辦商初步了解過。向南車四方購入嘅港鐵列車同新加坡 C151A 列車嘅車身物料係來自唔同嘅供應商。傳真社嘅報導發表後，新加坡地鐵喺同日下晝透過社交媒體網站承認 C151A 列車質素有問題，
表示工程師發現生產商喺2013年交付新加坡嘅35列列車當中，有26列喺轉向架同車身之間嘅結構部分出現裂紋，有問題嘅列車會交由生產商維修。新加坡陸路交通局就回覆傳真社 C151A 嘅列車裂紋並唔構成嚴重安全問題，唔會影響列車系統同埋表現。